新聞一開始，趕緊來關心到這股市的消息。講到這亞洲股市拜三本地開盤是要來拼反彈的，不過1點鐘過後呢，有關係落去，韓國就落5.98%，那日股呢是落930點，那講到咱的台股呢有甲4萬點收掉的，落1564點，收在咧40039點，那有119間是落到前方。又講到這最近的台股一直咧落，就立委問起國安基金護盤的問題，財政部長曾翠雲表示，會繼續關注國際情勢和台股。無受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跌4.498的影響，拜三亞股開盤就開始搶權，可惜氣勢擋無久，指數開始落斜。韓國收盤落5.98%，日股跌930點，收佇61434點。台股是表演4萬點的保衛戰，加在尾盤小可收縮，驚險收至40039點，跌1564點，創下歷史上第7大跌點。假設他們釋放出來的語氣是目前的通膨還是明顯高於2%，那需要比較大的力道去讓通膨回到2%，那這種會被解讀為中性偏向鷹派，那這種論點的話，就容易造成指數的更進一步的下修。照專家的分析，這禮拜台股的走勢要密切觀察國際大事，大先是美國聯準會召開7個 FOMC 利率會議，若是會後的談話中性偏軟，市場反彈的力量大。另外，包括微軟、Meta、蘋果甲亞馬遜攏要公布財報，若是比預期較好，對着市場恢復信心攏有幫助。最後是南韓，特斯拉禮拜五收縮單個 ETF 監管有關基礎保證金。國安基金的幕僚是持續的關注有關股市的一些動向，以及相關的金管會如果有相關措施，它的一些成效。因為最近台股出的攏是清點起跳，國安基金敢要進場，閣要觀察。統計拜三上市櫃跌停大概是119間，成交量放大到1.08兆，三大法人繼續賣超317.57億。拜三除了團產類股起，其他族群普遍攏較弱。關達股台積電收盤是2200塊，跌80塊。聯電、旺宏、邦電攏是跌停。有法人講，最近盤面有幾若支股票跌停。預計夜對進程可能會出現斷頭的現象。賬面上的虧損不斷的擴大，你看到不止損不行，你再把股票賣出來，下殺的這個過程裡面，散戶的操作有可能就是被迫斷頭或者被迫賣出。學者建議講，用操作信用入場買股票的民眾，要注意違約高掛的風險。好友講投資不是穩賺的，都要好好事先評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